来，乡亲啊，这段时间网络顶一直咧传，讲总统蔡英文甲台北市长郭文泰嘛拢去得到武汉肺炎。当然，这拢是假消息。其实这个郭市长是去喂着诺罗病毒，一透早就一直闹。郭市长是安尼碰着不到咧赶行程。针对这个假消息，台北市政府已经请警方来追查，将要依法提出告诉。 市长身体状况还好吗？台北市长郭文泰赶行程，想要到这离开5分钟尔，搁走便所。郭文泰人无爽快，网络流传一份台北市政府的公文，讲郭文泰敢若是喂着武汉肺炎的病毒，取消本来3月7下晡的行程，因为其实这份是假公文。目前我们也请这个警察局去调查，那也会提告。 市政府过两天透早就提出郭文泰的开会相片，强调讲市长7点半照常主持会议。郭文泰伫面册顶面嘛写讲，我咧就是最大的报风。老写敢若就是为着诺罗病毒。 而台北市政府从3月2号星期一上班日开始，在大门口架设了红外线热像仪，每个人要进入台北市政府的人呢，都要戴上口罩并侦测体温。 若是体温超过35度，就会发出警报声，需要量头壳遐的温度。若37度半，就袂使入去。毋但郭文泰和网友乌白母传假消息，总统蔡英文嘛，互人传讲，敢若为着武汉肺炎送到病院。佮讲有心情形真危急，这款假消息毋通乌白传，上济会使罚300万。为了防范疫情，公安局嘛准备好紧急的应变，拍算要分所在办公，确保国家安全。